过年期间，相信真侪大小朋友拢会收到长辈的红包。不过，对着世界展望会制作的绿色海棠，可能就无遮幸运。对此，奇美医学中心对过年前甲世界展望会来合作做公益，共同办理予囡仔一个平安红包的活动。奇美医院非常重视社会关怀，因此我们有成立医疗服务社。医疗服务社不只关怀国内的弱势的社区跟族群，我们的脚步在过去疫情前也踏遍全世界去支援去帮忙需要帮忙弱势的朋友。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在我们医院能够跟世界展望会来合作，让红包传爱这样子的活动。希望在年节应景的时候，大家捐出红包，那我们一起来关怀弱势的族群。展望会在民国53年进入到台湾开始，我们一直有做自助儿童计划，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接受国外的帮助。在34年前，我们才开始在台湾自己学习做募款，我们开始学习帮助国内的孩子。也就是说，这饥饿30，也就是我们进入台湾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群孩子这么活泼可爱，就是因为我们展望会加入这个当中。活动当天，世界展望会屏东王者文化队嘛特别齐声来献笑，透过屏东原住民青少年的演笑，用音乐来抚慰辛苦医护人员甲朋友。奇美医疗体系对民国96年甲世界展望会合作办理公益的活动，包括幺二三节、水资源等，总共募款高达340万。今年红包团爱的活动，台湾世界展望会希望为所服务的45000名的儿童甲家庭，募集象征祝福、平安、健康甲希望等1万个祝福的红包，导入台湾屏东助学金、营养辅助、加绿色家庭、青少年培力发展等工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